好，歡迎大家嚟到衷心直說戲劇單打。咁啊，果然啦，我答應咗大家咧，就會多啲同大家講下戲劇。咁啊，亦都多啲同大家見面。咁啊，多得阿草草一刀咧坐陣啦，喺百忙之中都抽時間同我做節目。咁啊，多謝晒先。咁啊，今集咧，咁我哋就講一講電影嘅。啊，不過就唔係日本電影。咁啊，有一套咧，我同阿草草一刀都有睇到噶啦。咁我喺英國咧，亦都喺戲院裏邊咧可以欣賞得到嘅。咁呢套咧就係Predator Badland， 咁啊翻譯咧就終極戰士，就殺戮星球香港。咁亦都有國家翻譯咧就係蠻荒咩歷險啊，係嘛？咁啊因為個譯名嘅問題啦，咁我哋不如咧就集中用翻英文，就 Badland 呢個咁嘅字眼咧，咁容易啲。咁啊簡單介紹下呢套電影先啦，因為其實都上咗好耐㗎啦，咁啊唔係收咗發行公司宣傳先至講，咁所以咧，我哋都唔介意劇透或者係講到裏邊嘅劇情。咁啊，呢套應該係咧Predator 嘅系列裏邊咧就第7部。咁啊，我諗我同阿草草一刀都係好後生嘅時候已經開始睇呢個系列㗎。你記唔記得第一套咧嘅 Predator 咧係邊個做同埋咩年份咧？年份唔記得啦，阿諾舒華辛力加冇錯啦。係啦，啊，咁嗰時幾後生。我唔係記憶力好，我睇翻資料啫，係1987年啊。咁我應該仲係讀緊大學嘅時候咧去睇嘅。咁就係阿諾舒華辛力加，當時都未大紅啊，係有啲名氣。咁就講一個小隊咧，就特種部隊就去咗個叢林裏邊，咁啊遇到一隻異獸叫 Predator。咁當時冇名嘅，咁啊淨係俾咗個叫 Predator 呢個比較學術嘅名咧，就叫做狩獵者或者係叫做即係你可以話佢嘅終極戰士啦，咁樣翻譯啦。咁就當時咧係驚為天人嘅。點解咧？因為裏邊咧有啲似大屠殺咁嘅劇情。咁啊，阿諾舒華辛力加最後同呢隻異獸咧就要對決。咁啊，裏邊咧呢個異獸其實出現嘅時間係好少嘅，係1987年嘅版本，係曇花一現。因為點解？因為第一咧，佢有一個隱形嘅袍啊，咁佢咧就可以同周圍嘅環境咧係吻合嘅。嗱，當時咧係視為一個科幻嘅即係構想啦。但係今時今日，如果大家都有喺網上面睇到咧，都已經知道有呢啲咁嘅透明斗篷，可以將環境嗰個光咧係反射出嚟，就令到你好似咧隱形咁樣。咁啊真係有呢啲嘢啦。咁另外咧就係佢啲武器啦，咁啊亦都有冷兵器啊，亦都有熱兵器啦。咁當時即係僆仔嘅我咧就睇到哇，好神玄木迷啊！咁啊，覺得意猶未盡添。咁啊，呢個 Predator 咁啊，究竟個樣係點嘅咧？點知咧喺個戲裏邊咧，其實已經即係消失咗啦。啊，俾阿諾舒華辛力加搞掂咗啦。咁啊，自此之後咧，咁其實呢套電影嘅系列咧，就好似停息咗一大段時間，跟住後來咧先至慢慢咧再拍嘅。因為如果以定位嚟講咧，1987年嘅第一集嘅版本咧，係有啲 B 級片嘅感覺。第一，阿諾舒華辛力加未去到 A 級頭嘅演員啦。另外咧，嗰個製作同埋嗰啲演員咧都係 BB 地嘅。咁啊，成套電影咧好男性向啦，因為女性觀眾會覺得裏邊咧即係污糟邋遢啊，有血腥啊，跟住啲人又唔靚仔啊。阿諾舒華辛力加又淨係得肌肉啊咁樣。咁啊，再加埋隻異獸係核核突突咁樣咧，就唔係太討喜嘅。咁但係咧。經歷咗即係咁多年之後啦，30幾年啦，咁啊慢慢呢個 IP 咧就茁壯咗，同埋咧開始摸緊觀眾嘅口味。嗱，發展去到而家第7集咧，我覺得咧其實佢個marketing 咧已經係好精準啦。因為咧你知荷里活嘅電影咧，其實都係一個marketing 嘅計算機嚟嘅。咁啊慢慢知道咧觀眾嘅口味，同埋應該要點樣取悅埋女性嘅觀眾。咁於是乎咧，就發展到呢個 IP 咧，我覺得有啲時候咧，比異形咧係更加成功嘅。如果純粹將近期佢哋嘅作品比較之下咧，我覺得異形係輸咗添。咁所以咧，嗱，呢個開場白同大家講一講呢個 Predator 呢個終極戰士嘅系列嗰個原格啦。咁啊，慢慢我哋即係要講翻呢套新嘅電影嘅時候咧，咁我交俾阿草草一刀講一講，你係喺戲院睇啊，相信係咁，同埋你睇嘅時候咧，即係你有咩感覺，同埋點解吸引你入去睇咧？哇！今日我睇係個海報喎，
係第一張海報喺網上彈出嚟，一見到已經，咦？呢套一定要睇喎，有感覺喎。點解咧？孭住一個得半截身嘅機械人，我覺得呢啲戲唔係荷里活個慣橋嚟喎，呢個係日本仔漫係畫嘅橋嚟喎。咁啊，一睇我都諗緊咩咧？大紫紅狼又嚟啦，復活啦！係一個勁抽嘅武士帶住一件騎騎咧咧嘅細路，或者孭住呢個咁嘅機械人，但係孭住嗰件又唔係等於幫佢唔到喎，佢有佢嘅特殊功能嘅喎。咁啊兩個咧天殘地缺，咁就喺個星球度流浪，咁啊仲要整多隻好似咕嚕咁嘅異獸，珍禽異獸，即隻狗嚟嘅當係跟馬埋一齊。騮係嘛？馬騮乜都好啦，咁啊勇闖天涯，咁啊我話掂啊，呢套一定掂啊，真係出咗嚟好收係得。咁收得咧就你講咗啦，即係鐵血戰士個樣啊衰衰啊乜都，我都唔想講嗰橛啊，嗰橛留翻俾你講，我就集中咗已經俾個女主角吸引咗啦，就嗯，係 Elle Fanning 呢個根本就係呢排嘅流量密碼嚟嘅，我淨係貼佢一張圖，因為我同網上月巴士佢哋月巴士日日都貼一張中咗毒，咁啊個個都笑啦，咁我見到玩得咁癲，我玩埋一份，咁我就玩咩咧？佢揾啲相好特別嘅，我揾一張Elle Fanning 係應該係頒獎禮嘅，着一件晚禮服，好緊身嘅，嗰、個有啲人話係假嘅，但係我覺得都唔係假咯。咁個曲線個臀部咧係相當之突出嘅，咁啊貼一張咁嘅相啫，我就爆橙咁就係嗰個 Facebook 咧係有20萬個 read，嚇親我，淨係未試過咁大流量噶，20萬好勁噶啦已經啊！咁我就覺得，咦，真係流量密碼喎，唔怪得啊！余巴士日日貼一張，佢每一張都有啲意思嘅，揀過嘅，咁我覺得真好玩啦。咁我最近又另外貼一張啦，Elle Fanning 嘅大腳，佢動一隻腳，我就無厘頭寫啲嘢咁樣，話俾人都11萬。咁亂捉癖嗰啲人都啊，好少可啊，吸引咗。咁我覺得掂啊掂，所以我叫你，喂，呢套一定要講啊，就係講個女仔已經可以吸引好多流量嚟噶啦。咁我覺得佢係好吸引嘅。其實 Elle Fanning 可能包生資料仲多。我記得一樣嘢啫，又係由細睇到佢大。開頭嗰啲戲咧，都見到個靚女幾得意嘅，咁啊冇乜嘢，鄰家女孩樣，好入得屋嘅。咁啊靚女嚟嘅，原來佢仲有家姐，迪高達芬妮。咁家姐冇佢咁靈動啊，家姐係大眼妹，佢就個樣就仲得意啲。咁好多戲啦，就應該佢都出咗名做啦。咁啊，估唔到呢套咧就大大爆紅啊！咁佢做得幾好嘅，入邊咧一個人分飾兩角，咁啊一個奸嘅一個忠啦。咁分飾兩角嗰度咧，奸嗰個咧就要交俾包商講啦。鐵血戰士我諗最成功一個將佢抽走嘅咧就係抽走異形。異形嗰間公司咧喺呢度出現啦，異形冇出係現啦，異形間公司出現啦，就派啲咁嘅生化機械人咧去收集樣本嘅。咁呢間公司咧，大家應該記得嗰個符號啊，W 嗰哦，個。咁衛蘭公睇慣司啊，係啊，係啦，睇慣嗰個異形嘅咧，我其實最中意睇嗰集咧，就除咗第一集之外咧，就係普羅米修斯。我覺得嗰集睇到我喺戲院咧係挖出嚟嘅，我覺得好天馬行空。咁啊，呢個第時先講。咁普羅米修斯入邊嗰個機械人咧，就阿 David 啊，佢哋嗰啲咧就見到呢個符號啦，即係話呢間公司咧係精於做機械人，已經做到真嘅一樣啦。咁呢度講咧就係呢個公司又派機械人去到呢個星球，就想捉嗰隻好勁抽嗰隻怪獸。咁兩個機械人有一個咧俾個怪獸打到咧得翻半截身，就係呢個 Elle Fanning 嘅做中嗰邊嗰個啦。咁呢個性格好開朗嘅，咁啊間接唔知點解咧就遇到呢個鐵血戰士。兩個天殘地缺合埋一齊，咁啊打路飛起，咁啊包生交俾你講啦，呢個組合係咁啊！你講咗好多嘢㗎，不過我逐樣同你回應啦。咁啊，先係講票房先。嗱，點解我哋要講呢套戲咧？除咗草草都話個女主角係流量密碼之外咧，就因為佢票房咧係出奇地好嘅。第一喺美國開畫嘅時候，第一個週末就4000萬美元，咁啊折合3億幾港幣，咁呢個已經係成績呢個破天荒啦。咁另外咧，跟住咧就嚟到香港，亦都過咗1000萬票房啦。咁喺大陸咧，亦都破咗億。嗱，咁以一個咁嘅IP 嘅嚟講咧，呢種咁嘅戲咧唔容易可以突破，因為咧，如果你睇慣荷里活呢類咁嘅電影比比皆是，
即係用動作啊、科幻嚟包裝嘅動作片。咁有啲時候好爛嘅呢啲戲，就算《鐵血戰士》以往出現過啊，同異形嗰啲對決咧都唔好睇嘅。嗱，今次咧陣間我會戲劇角度分析下點解會吸引啦。咁除咗票房吸引之外咧，就你講到佢今次嗰個設定啦，係徹底地唔同嘅，因為以往嘅鐵血戰士咧係非人化嘅。非人化嘅意思係嗱，第一佢係做奸角啦，譬如話喺第一部裏邊1987年嗰部咧反派嚟嘅，而且佢若隱若現，根本你都唔知佢咩嚟嘅。而後邊佢同阿異形對決嘅時候咧，都係非人化嘅，而且佢對白唔多噶。你因為點解叫非人化？你都唔知佢噏乜，佢有外星嘅語言，同埋佢冇一個感情嘅你可以代入嘅角度，佢只係一隻不停殺戮嘅怪獸嚟嘅。但係發展去到呢個導演執導嘅。其實2022年嗰部咧，Predator Prey 咧，我哋叫做獵獸者啦，或者叫做狩獵者啦，嗰個翻譯係啦。咁即係嗰套咧，如果大家記得咧，亦都係女主角去擔綱，就係講緊印第安一個部族裏邊點樣對抗呢個鐵血戰士嘅。咁嗰部咧，其實開始你會睇到少少呢個 Predator 咧係有一個性格喺度。呢個性格咧就係慢慢喺個 IP 裏邊營造出嚟，就係佢係一個獵殺者，但係佢識英雄重英雄，而且亦都跟遊戲規則嘅。咁呢個咧亦都係慢慢賦予咗嗰個呢個 Predator 咧，你能夠去代入嘅一個感情咁去到而家第7部咧，佢終於將佢人性化啦。你見到呢個 Predator，你開始建構佢嘅家庭，我第一次見。原來佢有爸嘅，佢有阿哥嘅，而且佢哋個部族咧有一個遊戲規則嘅，就係弱者就要被消滅。咁阿哥仲要為佢犧牲嘅，咁跟住咧阿爸咧又要追殺佢嘅。咁將呢個人性化嘅處境咧，直情武俠小説化啦，令到你好容易觀眾咧移情入去裏邊去同情，同埋希望咧佢能夠咧所謂絕處逢生。咁呢一點咧係將鐵血戰士人性化，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你講嘅即係嗰個設定啦，就係加個女主角落去啦。嗱，以往咧呢啲生化人咧喺異形嘅世界裏邊咧，全部阿 David 嗰啲咧，甚至異形嘅第一部嗰個生化人都係男性嘅，男性得嚟咧可以靚仔，但係咧冇咗一個親和力。咁今次咧就將個生化人改咗做女性而且天殘地缺啦，即係得半截身啦，加埋個 character 咧就係比較。即係水水不休搞 get 輕鬆咁嗰個咧，就會令到成套戲咧產生咗個comic relief 一個叫做氣氛嘅舒緩呢個氣氛舒緩咧，我曾經都介紹過呢個戲劇嘅理論，就係唔好以為成套戲由頭打到尾全部人西口西面咁樣做戲咧就為之勁，咁樣令到人所有繃緊情況之下咧，唔能夠支持超過15分鐘嘅。如果一套電影90分鐘或者100分鐘咧，你係需要氣氛舒緩，咁氣氛舒緩嘅方法係咩呢？第一，女性；第二就係呢個咁嘅 character，就係一個比較搞笑輕鬆嘅角色，咁會令到咧嗰個張弛有度嘅時候咧，觀眾嘅情緒咧就可以咧收緊放鬆，收緊放鬆咧，於是就先至形成到呢個90分鐘嘅電影嘅高潮迭起嘅。咁呢個亦都係編劇咧或者個製作人咧成功嘅地方。咁第三點咧，仲有一樣嘢咧，就加咗嗰隻咧，好似馬騮你話狗嗰隻咁嘅東西。咁呢啲係荷里活嘅方程式嚟嘅。由星球大戰你見到嗰隻 R2D2 開始，跟住其他裏邊出曼特羅人裏邊出現嗰隻嗰隻 BB， 嗰隻 BB Yoda 總有一啲咧，我哋叫做吉祥獸咧，喺嗰個主角身邊古靈精怪咁樣。荷里活由 Star Wars 開始已經用呢招噶啦。呢啲咧係會令到咧嗰個comic relief 嗰個效用咧係再增強一啲。咁雖然呢隻嘢後邊有伏筆啦，咁唔講住啦。咁所以一個女性嘅生化人，再加一隻馬騮定狗嘅吉祥物，再加埋呢個男主角，呢個 combination 呢個組合其實已經決定咗咧呢套電影成功嘅一半啦。所以點解成日都話唔係嗰條橋？其實你設定嘅時候咧，你已經決定咗嗰個劇本嘅發展方向同埋成功率㗎啦。當然後邊嘅製作或者演員嘅演出再加埋你個即係市場嘅推廣，呢啲梗係會幫到啦。但係點解呢套戲大成功咧？唔係偶然嘅。
背後係有好多你隱藏見唔到嘅製作人或者編劇導演嘅苦心，將以往呢個鐵血戰士系列唔成功嘅元素拱走咗，而加入咗好多新嘅元素，甚至裏邊有好多向異形致敬嘅小節，係譬如你提到嗰間偉蘭公司，呢個生化人背後就係一間咁龐大嘅呢間跨宇宙嘅集團咧嘅黑手喺度控制緊，而去到結尾嘅大決戰嗰個Tessa 嗰個反派生化人揸嗰隻機械人其實亦都向第一集嘅異形係啊薛哥尼韋花揸嗰個機械人咧去致敬嘅。所以如果即係我哋由細睇到大，睇異形、睇鐵血戰士一路睇落去嘅時候咧，咁就會見到裏邊有好多好有趣嘅地方，亦都咧喚起好多嘅回憶啊！所以咧，佢除咗吸納咗新嘅觀眾入場之外，即係譬如中意睇個女主角啊，又或者中意睇呢類動作戲啊，或者係啱啱後即係而家先至加入咗呢個 IP 嘅朋友啊，再加埋啲老鬼，好似我同你咁樣，對於呢個異形同埋鐵血戰士嘅世界觀裏邊咧，已經係有熟悉嘅時候咧，咁就所以吸納咗呢個老中青嘅觀眾進入去戲院裏邊，所以呢個係一個荷里活式嘅計算咯。所以即係今集咧，唔係話我哋喺裏邊討論佢哋啲武器啊，討論佢啲情節合唔合理，我哋係用手術刀嘅角度咧去分析，話俾大家知一套電影嘅成功咧除咗運氣之外咧，背後係有公式嘅啊。但係外國人好嘢喎，嗯，咁香港嗰度《倚天屠龍記》拍到爛嘅咧，一個 IP 噶嘛，但係點解係。《倚天屠龍記》又變唔到咁多嘢出嚟咧？咁嗱，呢個值得自己翻去檢討噶嚇，即係都係同樣買一個 IP 嘅，都係呢咁嘅劇情，但係點解變嚟變去再變唔得大咧？呢個值得研究啊！係咁咁啊，包 Sir 對女主角有冇感覺？我淨係記得佢做過咩《沉睡魔后》裏邊嗰個公主，當時都後生嘅。佢童星嗰部哦，係分咧，我就冇乜印象啊。咁今次佢一人飾演兩角咧，我覺得都係一個考牌之作啦。因為兩個角色嗰個反差好大啦。女主角 Tia 咧就活潑可愛冇一半截身但係又其實好砌得嘅。咁裏邊咧嗰啲動作場面咧都有好多嘅，我叫輕鬆位。我覺得嗰部分咧係有啲向其實香港咧90年代嘅功夫電影咧係致敬嘅，即係成龍嗰啲咧警察故事嗰類即係你見到打起上嚟嘅時候咧係有啲諧趣嘅，尤其佢得半截身嘅時候嗰段我覺得咧收尾又令我聯想喺90年代香港嘅動作片咯。收尾又隻腳下邊嗰橛揾翻都打得噶嘛，分開嚟打啊嘛，係分開嚟打嗰段，呢啲嗰啲咁拍啦，諧趣位排趣位嚟㗎，拍晒話着晒藍色嘅褲，着晒綠色嘅褲，嗰啲鼻嗰啲咳嗰啲，嗰度又搞咗輪搞笑嘅係。咁我睇到張相啦，嗰個男主角咪成日孭住佢嘅，孭住佢喐唔到噶嘛。咁原來拍嗰陣時咧，係個女主角坐咗落，佢有個車嘅，有個轆嘅。係咁下係邊咧全部都係你知啦，甩咗佢噶啦。咁啊底甩咗地之後，咪變咗個斷咗半截嘅機械人咯。佢着咗嗰度孭藍色或者綠色嘅衫褲咧，就可以係啊，用電腦抹咗佢，咁就於是出現呢個技術已經唔難嘅，好耐之前已經有㗎啦。不過即係佢點樣去將佢發揮到咯？咁而且你講到嗰個設定咧，帶子雄狼咧，其實有一種相生相殺嘅關係嘅。即係以往咧，如果再後生啲睇過一套日本嘅漫畫叫《潮與虎》，曾經咧拍過卡通片嘅，咁裏邊亦都係類似㗎，即係個主角。其實同一隻鬼或者怪獸合作噶嘛，但係嗰隻怪獸係食人噶嘛，咁所以其實同佢合作嘅時候咧，既相生既又相克，所以開頭咧呢個男主角同呢個女主角個關係亦都係咁。當然個戲劇設定就係慢慢佢哋建立咗關係啦，甚至認咗佢做阿爸咁滯啦，嗰個情況。咁嗰隻狗其實係即係有來歷噶嘛，因為最後好似變咗佢哋嘅寵物咁，變成一個團隊。咁甚至最後個結局咧，你睇得到咧。都講到明啦，就佢哋已經成為咗新嘅部族啦。呢個部族咧係啊，就由鐵血戰士、生化人再加一隻怪獸去組成嘅。咁呢個咁嘅即係組合咧，我相信跟住導演一定會再開續集，有下集係咯。一定會佢阿開續集。媽都佢阿媽出現啊嘛，佢阿媽喺個係啊，部族入邊好大權威噶嘛，咁啊，你哋出嚟嘅，你唔係一定打噶，你話佢做乜嘢咧？我唔知啊。係啊下一集係，Open 啦，End 嗰度嗰個位係係啦，同埋嗰個有人笑噶，佢係咪導演都睇埋嗰啲咩
鬼滅之刃啊，咁嗰個禰豆子都喺個箱度咧，阿炭治係郎係孭住佢周圍走啊嘛，咁呢套戲咧就十足十係啊，都炭治郎嗰有啲可能嘅。隻變咧就鐵血戰士孭住個阿 Tia 周圍走，咁真係搞笑啊呢個，咁所以嗱日本漫畫都影響世界。嗱，導演咧其實如果我記得啊，佢應該拍咗3部嘅。一部就係我講啦，鐵血戰士嗰個蠻荒廝殺啦，就係係個 play 啦，印第安人嗰套印第安戰士，人女仔去點樣打個鐵血戰，好睇嘅嗰套。其實嗰套咧係再拍翻鐵血戰士 IP 嘅時候咧，驚為天人嘅。所以如果未睇咧，追翻去2022年呢套 play。咁另外一套咧Killer of the Killers 就係動畫嚟嘅，即係卡通片。哦，咁就呢套講3隻唔同嘅鐵血戰士嘅遭遇。呢套我未睇啊。咁啊。我有睇，但係呢套我有保留，呢套麻麻OK，地，卡通係啦，片我通常麻麻地嘅，因為咧佢整等於啲日本星球大戰元素，嗰啲卡通片我都係啊，唔睇嘅，唔知點解，係我中意睇真人嘅。咁第3部咧就係呢部啦。咁導演都有啲料到嘅，佢就係拍怪奇物語啦，同埋黑袍糾察隊啦之類嘅電視劇。咁啊，跟住轉戰長片之後咧，就變成鐵血戰士就係佢嘅主菜啊。咁相信佢會就住呢個 IP 咧繼續拍落去。佢嘅電影我會再追嘅，因為佢有料到嘅呢個導演，因為佢。喺上次嘅 play 裏邊咧，已經展現出佢對嗰個劇情同埋動作嗰個重視啊！你見到咧上次嗰個印第安女子阿姨點樣殺呢個 Predator 咧？其實佢都用咗好多智慧同埋利用嗰個環境。咁今次咧其實一模一樣，又係利用嗰個死亡星球上邊好多個細節環境。好多古怪嘅，係啊，上喺開始嘅時候咧，其實每一樣嘅植物啊動物都有伏筆嘅，嗰啲伏筆咧係將來咧係有用嘅。呢啲咧就係個導演同埋個編劇嘅心思啊！咁呢個亦都係向第一集嘅1987年阿諾舒華辛力加版本致敬，因為阿諾舒華辛力加最後點樣可以搞掂嗰隻鐵血戰士咧，亦都係利用亞馬遜河裏邊嘅環境，譬如啲泥漿啊，即係例嗰啲咁嘅荊棘樹叢啊，嗰啲咁嘅嘢咧，去對付翻呢個鐵血戰士。所以導演咧係。即係除咗致敬之外咧，佢明白咗呢個 IP 佢嘅成功嘅方程式嘅時候咧，再加入咗新嘅元素咧，先至育成咗今次嘅成功咯。我覺得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如果未睇嗱，我係推薦嘅。今次我覺得就算帶埋女朋友、老婆入去睇咧，係都唔會冇血㗎，投訴。係啊，因為冇血㗎，佢入邊流嗰啲全部都係啲顏色嘅液體嚟嘅，係啦，咁同埋咧係啊，有咗女性嗰個角色啊，又聰明又機警，再加埋打得咧。咁亦都有女性觀眾代入嘅移情位啊！咁所以咧，今次咧係嗰個部署計算好成功啊！老有咸宜，男性大滿足，因為嗰啲怪獸同埋嗰啲武器咧直情係滿瀉，令到你咧官能上滿足。咁啊，女性觀眾亦都可以投入咗嗰哦，個女性嘅角色裏邊啊，唯一原來係一個投訴啦，賢內助或者一個乖女嘅角度。咁於是乎咧，再加埋有寵物。呢個元素咁啊，令到成件事咧就好圓滿啦啊！迪士尼嚟嘅呢套，唔係係啊，有投訴，第一集就係啦，呢個族群其實好勁抽隱形㗎嘛，嗯，呢一集冇用過一隻，咁可能呢有隻特別弱啦，斗篷呢弱啲㗎，有啊，佢開頭同阿爸嗯，對戰，最後結局哦，嘅時候就用，嗰時候，但係用有得唔多，用，係係，反而但係佢支死光炮用得少，反派用我得多。收尾變咗隻嗰啲動物仔啊嘛，古靈精唔係嗰怪啲。支嗰支死光炮喺膊頭嗰支後尾啊，換咗隻動物，唔知噴啲嘢，即係蛇嚟嘅，係啊，噴啲嘢，好勁抽，好笑啊！咁但係我諗都未啦。最後我想講講鐵血戰士，可能你都 get 到，佢有樣嘢好得意㗎，講出嚟嗱，話佢係奸係得，話係忠都得。第一樣嘢值得我哋去研究啦，佢好尊重敵人嘅。嗯，如果你勁抽，你好打嘅，係武士佢就會精神咯。佢調翻轉，佢就會即係武士精神係尊敬你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就有少少日本仔啲武士 feel 嘅呢套戲。喺上一集 play 裏邊已經展現到㗎啦，嗰個鐵血戰士係好尊重嗰個印第安女子嘅，或者其他嗰啲印第安人，因為印第安人都尚武啊嘛，咁所以同佢哋喺廝殺嘅過程裏邊咧，鐵血戰士係惺惺相惜嘅。雖然我殺咗你，但係我好欣賞你嗰種咧，即係拼搏或者係不死嘅精神咯。咁所以誒所以佢哋唔係，佢哋係戒咧咗一個橋段，佢哋唔係為咗報仇啊，佢哋唔係唔係，為咗要殺而殺㗎。啊，呢個最慣係咩咧？你可以話好殘忍㗎，係殺你㗎啦。嗰邊另外一邊咧，你一定要反抗，你都要嗯，殺我，你殺我人我唔介意㗎，我唔會報仇啊。但係你知
中國傳統嘅片就係報仇啊嘛，你殺我嘅人，我要報翻你，你又殺翻我，咁啊所謂冤冤相報。所以我最後答你個最簡單問題啊，你問即係譬如點解《射雕英雄傳》《倚天屠龍記》或者任何呢啲 IP 咧，即係突破唔到嗰個傳統。我簡單答啦，呢個其實可以講一集嘅，就係中國人咧抱殘守缺四個字。佢認為好嘅嘢，禮義廉恥啊，嗰啲國之四維啊，嗰啲嘢咧，喺個意識形態裏邊咧，佢哋唔能夠丟開嘅。即係譬如你學好似《鐵血戰士》咁，你開一個角色係為殺戮而殺戮嘅，根本佢哋唔接受，一定係要為國為民啊，一定要合資大者啊，一定係要大家唔好打仗啊，呢啲咁嘅即係意識形態咧，我唔知係咪叫主旋律啦，背後咧呢啲大山壓住中國人嘅創意咧，所以點解你話由哪吒封神榜去到射雕英雄傳，再去到倚天屠龍記？拍來拍去都係咁，而突破唔到，亦都創造唔到新嘅 IP 呢，就係呢啲意識形態，中國人嘅抱殘守缺，令到唔能夠喺創意上邊咧去突破。嗱，呢個我就係簡單答你啊，唔知你滿唔滿足啦啊？好啦， OK，好，咁啊，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多謝大家，咁我哋盡快再同大家介紹一啲新有嘅電影。冇旅行團嘢要補充啊，包 Sir？都差唔多啦，我哋已經咧就滿座，咁啊候補嘅已經候補咗啦。咁啊，如果真係仲有興趣嘅，不妨都可以留言揾我，或者你可能留係意係咪可能9月都仲有一波喺度啊？希望搞到，因嗯，為而家時間尚早啊嘛，我哋都仲係12月啊，咁啊出年9月講緊大半年之後嘅事，咁啊我哋變數比較多，4月嗰咁我哋傾向係會搞9月嘅，咁啊如果真係有興趣嘅，亦都歡迎早啲同我聯絡，咁啊留低聯絡啊，咁啊有行程嘅時候，我第一時間通知大家啦，因為咧大家都明白啦，即係無謂太過公開。呢個所有嘅資料，咁啊，如果真係有心嘅啊，可以私信我或者留言，咁啊留低你嘅聯絡方法等等，咁我哋咧就會聯絡你，或者同你講定出年嘅日期時間，咁等你請假就請假，呢個預留空間嘅亦都可以，咁所以咧就大家我哋會喺節目裏邊咧會 update 一下旅行團嘅安排嘅，咁啊所以大家稍安毋躁啊，等下我哋消息。OK，好，拜拜。